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1月20，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一开始来关心中国第影音平台抖音，互批评有引起治安的记录。不过即马伫台中市风声讲，那亲像是抖音伫台湾设分公司，而且违法咧招员工。不过抖音国际版 TikTok 昨是驳回讲，这是假消息，因无伫台湾设分公司。人委会是强调，政府会主动查办，以上法办。行政院明令禁止公部门下载使用抖音，不过即马却传出台中市出现一间直接跳动台湾股份有限公司，是今年11月才核准成立，疑似是抖音伫台湾设分公司，佮违法做业务。跟你做偌久啊？做几年啊？他以前好像办要的袂歹，要骗来死骗的啦。抖音国际版 TikTok 用书面方式回复，并媒媒体表示，这是无实在消息。TikTok 伫台湾无设分公司，根据了解，这公司原本是盛阳国际生技有限公司，名号变更是由经济部审查各核发确定书了后，公司佮检附文件向台中市府申请变更登记，毋是交换组或者是绿资公司。不过陆委会表示，司法已经积极主动查处承办。你说我们已经做得够多了。因为抖音有强军投资持股讲要进前就侦破，疑似强军伫抖音抗文宣加强统战宣传，爱各部会注意，尤其是国防部。抖音在你没有开手机的时候，在看你所有一条一条的讯息耶，这个是实质上会发生，而且正在发生的。这个势必要做出行动。我们一直在讲一个民主自由的台湾中华民国，其实民众他有自己的智慧以及判断能力。公家机关要限制是合理的啦，因为所有的平台都有的可能性 ，YouTube 或者是 Facebook、IG 都有可能有那种。美国已经有10外州采取亲像台湾同款的行动，禁止政府伫设备顶悬使用抖音。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欧阁提案，TikTok 可能威胁国家安全，应该全面封杀，实施全面禁令。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王必胜就表示，最近调查有发现讲，咱国内的普拿疼这款药啊有防冒气的情形，已经要求厂商爱赶快爱紧做，嘛呼吁民众千万唔通买的寄出去国外。若本土疫情的部分，昨昏也是有万外例。国内目前主要是去为着 BA.5，也毋过嘛有对中国即摆一个 BF.7。这嘛是中国即马当地流行的病毒株，敢会伫来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这部分爱搁观察。尽管本土疫情连续10天相关了后，较淡薄仔降，19拜一增加10317例本土病例，中重症32例，死亡有23例。另外，上新Omicron变异株定序结果也出来，本土依然是以 BA.5 为主，不过境外移入部分各检出一个 BA.5 甲 BF.7，拢是为中国入境。BF.7哈，特别在北京周围哈，另外就是说 BA.5的话，则是在大多数的省份都有在流行，所以目前并没有发现说有这个其他的这个新兴的变异株被我们检出，我们还会密切的注意。两化疫情拢相关，中国最近出现退烧药啊手卖的情形，就连香港的普拿疼拢红卖了了。对此，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王必胜证实，国内也出现大量买的情形，呼吁民众有其他的共成分药品会当买，千万唔通大量买，寄出去国外。普拿疼这种药物，我们是应该要依需求来适量去购买，不要这个大量购买转寄国外。另外，离农历春节只剩1个月回，未少民众观测金马小三通什么时阵重新开放。当地指挥官王必胜也亲自到金门视察入境检疫流程。王必胜表示，已经将防疫评估交予陆委会。一旦他这个开放了这个小三通之后，那如果说中转的这个旅客，他的这个确诊人数多，或者是有症状的人数多的情况，那么我想还是会对这个离岛的医疗或防疫的这个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冲击。王必胜强调，目前中国疫情继续升悬，估计无偌久会达到高峰，所以小三通重启需要妥善运用。那具体复航时间点会交予决策单位来宣布。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天气啊，今仔日的冷空气会继续减弱，温度会搁再回升。也毋过透早时是受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也是真寒。台南以北真侪所在透早拢伫10度以下。也毋过日时温度就会豆豆回升啊。咱同齐来看温度。
因为无水汽，所以较干。今仔日是无啥雨，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有短暂雨。温度的方面，今仔日的低温是14度至17度，那日时的高温有20度至25度，日时暗时的温差较大。明仔载拜三，阁有一波强烈大陆冷气团会落南，北台湾温度阁会下降，因为冷空气有加水汽，所以明仔载伫北部、东半部有局部短暂雨，要等到拜四才会转做大冷。嘛要提醒乡亲，拜五的时，阁有另外一波更较强的冷空气会落南。透早会因为辐射冷却效应的影响，一寡较快的所在，低温拢会伫10度以下，会达到寒流的级数。那这波冷空气伫后礼拜就会减弱，所以元旦3天的连假冷空气就无遐尔强啊，阳光嘛是真寒，要参加下年的活动嘛是爱穿好少。天气这么寒，民众一定爱注意家己的健康，因为这2天根据各地统计，有接到100多件送去病院进前就失去性命的案件，拢是因为伤寒造成的。那明仔载，阁有强烈冷气团会到位，乡亲爱穿好少，透早起床爱会记哩擦衫。寒流过了后，市民赶紧去气温看卖。因为伫寒流来进前有用新的设备，把温和少的空气拍落水底，让鱼温的水温度较悬，让鱼仔顺利度过这波寒害。沙巴若是水温若是10度以下吼，就会死啊！伊这目前拍这起落吼，我家己有16，早起就有16度8，所以伊会脱过这死亡的这界线。拜一日是温度回升，不过拜三开始会有强烈冷气团到位，阁会变天。气温从周3开始就会逐渐的下降。那预估在北部地区的低温大概是就介在10到11度左右，那可能到了周6、周日的强烈大陆冷气团的一个程度是有可能再提升到寒流的一个等级。气象局分析，根据目前的观察，拜三到位的冷空气水汽较高，会较湿；拜4到礼拜会较大冷；拜6礼拜圣诞假期，低温可能会较寒流等级。气象专家分析，今年拄到反性迎年，湖北极震动，让冷空气无法度锁伫极区。一直向外传开，按算一直到下年，拢可能会是较冷的天气。不是只有台湾或是东亚冷，其实在这个美国或是在欧洲都面临到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冷空气的袭击。那现在来看的话，可能会持续到今年的年底或是明年的年初才有机会告一个段落。气温一个手降真济，17、18这2天，拢总有135个人伫送病院进前就无性命现象。那想甲天气冷、温差大有关系。专家提醒。最近的气温会一直起起落落，较烧落了后就搁反寒，侪岁人就要特别注意身体状况。记者综合报道。再来，乡亲同齐来关心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届大会伫昨昏达成历史性的协议，讲要伫2030年进前保护全世界30%的陆地含水域，当年会提供开发中的国家美金300亿来协助救生态。继续关心中国时报，台湾民意基金会有公布民调，甲3个月进前相比，哪日的基本盘即马有出现大变化。民进党的即马是降10.7%，等于流失207万的认同者，这是总统蔡英文上任以来，民进党基本盘规模第2大的崩盘。来关心联合报，中国手机的市场要裁员，这是品牌大厂小米、红霞讲要裁员，要裁超过5000人，加5000人是头路。所以咱即马国内的联发科、友达、新巨科，这是咱台湾的供应链的厂商，因的业绩嘛有可能会受影响。来关心有立委接到民众တင်情，讲即马要去越南的签证的费用是起3倍，去办一届爱4、5千块。外交部是表示，因为去越南的申请手续较复杂，已经有到越南咧参详。嘛，因为休寒加上过年，想要出国佚佗的人有变较侪，旅行社代办案件嘛加3倍，业务增加，所以嘛变较贵。办护照，请往前走。办理违法护照的民众为大天来，伊伫摆到东门外口，国境解放以来，外交部领事事务局的台北办事处连续1个多月以来，拢呈现这款大部分的状况。网络预约已经满到明年，现场排队要等2点半钟以上，除了交开柜台，也向其他单位就经管主管也伫第一线服务。曾经最高全国收到1万多本，那我们台北局本部这边呢收到7200多本，这个已经算是创下纪录了。将来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正在规划，或许可以开到20个柜台，来疏解这样的人潮。目前举办护照的多数是计划跨年还是农历年出国民众，旅行社代办业务也安尼业绩真好，比疫情进前同期增加3成以上。很多人都是超过3年没有出国了，那可能最近开始想要订日本或韩国的机票，发现自己的护照已经过期了。那再加上就是说平时上班的话，可能工作比较繁忙，也蛮难自己到就是柜台去办理。疫后出国旅游需求大，也毋过入境区新馆接到民众提前过去越南签证计数1500，最近起到4000至5000，过3倍以上，主要是疫情了后台湾旅客去越南旅游的天数甲过去无同，需要先透过越南旅行社摕到入境批文才当办签证，这与台湾双方无相对。申办要去越南的签证手续跟时间，都较疫情之前更加的冗长。外交部跟我们驻处因此已经多次的就这个问题向越南政府来表达我方的关切。越南他们也很重视，并且表示正在洽查改善当中。目前，咱国对新南向旅客团结来台实施无条件赦免签证奖励措施，外交部表示会依据互惠原则，请越南政府改善咱国前往当地的签证态度。记者综合报道。在关心俄罗斯总统普廷要去白罗斯访问之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是对外表示，俄罗斯有可能甲白罗斯联手发动新一波的攻击，保护乌克兰的边界，即嘛是上要紧的代志。目前俄罗斯军方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击，泽伦斯基嘛呼吁欧美国家爱提供先进的防空武器给因。基辅透早高乡区空袭警部一个重要的电力基础设施，互高军无人机攻击，庆祝大会。类似周边也伫乌东地区发生。乌军表示，用能力用飞机炮将这个伊朗制无人机摧毁。俄战火爆发特别晚10个月，目前有关无完好现象。在这个敏感时期，俄罗斯总统普廷19日要出访白俄，甲总统卢卡申科就地区安全甲世界局势举行会谈，真受到各界关注。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甲军方召开会议了后，推出部署可动局可能发动新一波的攻势，佮暗示攻击可能关注白俄。Також на ставці детально обговорили кордон. Захист кордону, як з Росією, так і з Білоруссю, це теж постійний пріоритет. 泽伦斯基呼吁西方国家继续提供更加好的防空系统，讲这会是阻止俄罗斯入侵上有力的行动。过去2个月来，乌克兰至少有40%的能源基础建设被破坏，人民这个寒天真歹过。佮合卖讲要庆祝耶诞节，也毋过早到捷克的乌克兰难民，拜六是设法组织做伙伫耶诞树头前唱圣歌。囡仔收到关键的七头米甲礼物特别欢喜，印象大的愿望就是毋望战争早日结束。Я очень люблю ходить в гробу. Хочу, чтобы поскорее кончилась война. И чтобы моего папу не забрали на войну. 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镜头来美国的国会大楼进前有民众冲入去发生暴动。调查委员会昨昏是投票建议讲，要对前总统川普提出叛乱罪等4项刑事指控，也毋过今日起诉是交予司法部门去调查去决定。目前川普针对这件代志并无做出回应，也毋过准讲川普真正互指控、互起诉，会成做美国史上头一个互指控犯刑事罪的总统。美国国会大楼攻击案调查委员会最后一摆公开会议，加州民主党人皮特·阿吉拉表示，前总统川普甲伊律师团明知违法，也是营造大选舞弊想要平盘。是阿佩时阵副总统潘斯爱拒绝选举人票算票，拒绝承认拜登胜选。What'd you hear? I don't remember if he said you are a wimp. From 1:10 p.m., when his speech ended, and he instructed his supporters to march to the Capitol, to 4:17 p.m. when he finally, begrudgingly, told his supporters to go home. For 187 minutes, he actively disregarded his constitutional obligation. The president repeatedly refused pleas as he watched the violence at the Capitol on television. You said you talked to the president the next day. I'm working on a long statement. I said it's crazy. What did he say? No, these people are upset. They're very upset. In summary, President Trump lit the flame. He poured gasoline on the fire and sat by in the White House dining room for hours watching the fire burn.
委员会认为，包含叛乱罪在内，川普应该被控4项罪行。不过，这是调查了后所做出的建议，真正提出刑事指控，由司法部门决定。这委员会由7个民主党人、2个共和党人组成。不过，共和党人强烈批评有无公正的嫌疑。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继续关心欧盟各国嘅联关部长，伫昨昏有公定一项天然气介绍限制协议。这份协议是同意讲对明年2月中开始，欧盟嘅天然气介绍会定出相关嘅限制。不过俄罗斯是批评讲，这是违反市场机制嘅。那其实欧盟内部嘛是有无同款嘅声音，亲像匈牙利就无支持。经过几啊个月争辩了后，欧盟各国能源部长19决定一项天然气介绍上限协议，因为意见不同，无法度达成共识。轮值主席国捷克决定用合计多数决来投票，也就是55%成员国同意，也搁占欧盟人口65%。这是欧盟对俄国石油出口介绍定出上限了后，搁对天然气介绍出手，不过强调180欧元是动态上限，会依照市场介绍调整。Once the mechanism is triggered, it will remain active for at least 20 working days. At this point, I would like to underline that the €180 price is not a cap. 受俄乌战争影响，高通膨和能源介绍欠悬，欧盟寻求介绍上限来压制通膨。那苏宾定数批准通过，这项措施会在明年1月中开始。俄罗斯批评天然气介绍上限协议无法度接受，而且违反市场机制。欧盟内部有声音，匈牙利外长谴责这上限机制，佮讲可能甲俄羅斯重新談判天然氣合約。Akárhány próbakör lesz még, akárhány szavazási kör lesz még, a mai nap folyamán Magyarország nemmel fog szavazni a földgázársapka bevezetésére, mert generálisan tartjuk ezt egy rendkívül rossz intézkedésnek, amely Európa számára veszélyes, az európai energiaellátást veszélybe sodorhatja. 用4個月時間，歐盟27個成員國伫介紹為11月時陣270歐元上限，最後調整做180歐元，對全球天然氣市場會有偌大衝擊，要閣觀察。不過如何保障歐盟明年袂欠能源，是真大挑戰。公司新聞鄭偉仁報道。今仔日國際上還有啥物大代誌？加上請咱同齊來看世界。中國放棄清零放零防疫措施了後，中國疫情即馬大爆發。不過昨昏，中國通報胃病死亡的敢若2例，引起外界的質疑，這個數字傷罕過。美國的國務院就表示，美國希望中國愛去解決這個問題，因為中國的疫情無透明，全世界攏會驚。來關心俄羅斯國防部昨昏是宣布，俄羅斯的海軍這禮拜會佇東海和中國的海軍舉行聯合軍演，強調這是要強化兩國海軍的合作，嘛要維持亞太地區的和平和穩定。那俄羅斯的後一步是和白羅斯軍演。來關心泰國一隻海軍的護衛艦，18暗時佇外海接近的時，因為海影傷大，天氣真歹，失電，船全規個起去，半暝仔的時，規隻就沉落去海底。軍方有出動3隻船艦，2隻直升機去救船頂106個人，也不過敢若救到75個，目前還有31個人失蹤。來關心中國繼續強化海軍、空軍的實力。日本16有發布新版的安保戰略，甲中國認定是有史以來上大的戰略挑戰。那佇同一天，中國的解放軍遼寧號的軍艦有經過中國海峽，18個佇黃海的北部要進行軍事任務。學者是認為講，日本的做法是咧回應美國對抗中國的策略，也毋過嘛袂甲中國變面。中國繼續強化軍力，附近的日本16發布新版安保戰略3文件，將中國定位做以前所無的上大戰略挑戰，也要甲同款以上的國家合作應對。隨後，也閣公布強軍遼寧號航艦16輪過中國海峽向太平洋航行的資訊。航空自衛隊の戦闘機が緊急発進、スクランブルをしましたが、領空侵犯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日本高度關注強軍行動，強軍也公布18起佇북海海峽、黃海北部展開為期8天的軍事任務，指向日本的意思真高。
因为美国既然在今年的10月份呢，它的国家安全这个战略里面呢，已经提到了，也把中国当成是它的挑战哦，因此它只是这个随着美国呢，追随美国去做这个处理哦。学者认为，中日双方也未相关到敌对状态，有关会维持竞合关系。不过，中国国防预算继续增加，强化海空军实力，对日本来讲，也会威胁到连贯线甲生命线。关键在2月下旬举办的中日外长会谈，敢是受影响？有待观察。中日之间领袖最近才在 APEC 会里面有见面嘛，就是双方的关系事实上有改善的一个迹象啊。那我觉得也不一定会因为这样一个安全报告的一个发布，那就取消了这次访中的一个行程。因为传出习近平已经下令2027年以前，强军要做好战争准备。国际关注第一岛链区域安全，国防部公布18早起6点到19早起6点，拢总征集强机11架次，共南3架次绕台，其中有9架次强机也超过台湾海峡中线，并对强机基南绕台新常态，国军继续应用基南甲反地飞弹系统监控应对，无要互强军踏入来一步。记者综合报道。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第年底进前做兵延长这政策敢会对外公布？体育会主委彭世宽是认为讲，即马做兵敢若做4个月，有影是伤短，军事训练延长是合情合理的代志。那国防部当时要对外公布，国防部长邱国正是表示，目前也咧整理，因无受到高层的压力，规划嘛无受阻碍。两方的关系紧张，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年底进前兵役监视的延长，加做大家关注的焦点。体育会主委彭世宽讲，4个月军事训练时间上短。那国防部长邱国正表示，高层无互因压力，那否认有卡关的问题。军事训练役4个月，把它延长，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的确，当一个战斗兵或者一个战斗的人员，4个月是不够的。面临的选举或者是总统大选，这个牵涉到政治议题，我就不答复了。卡关啊，并没有什么卡关的问题。这个老的什么刺枪术啊，什么要不要做？我们站卫兵要用枪，用枪一旦有状况来的话，它自然就变成一个用枪的动作。所以这个东西啊，大家不要好像为了这个咬文嚼字啊，哎呀，多久前的科目还在做，我们要看有没有用，只要有用的话，就代表它是必要的。邱国正强调讲，国军需要时间做周期的准备，来解决各界的疑虑。那国防部推动刺枪术的训练，方认为是兵役延长方案3大争议之一。训练的内容伤过传统，不过彭世宽认为讲，刺枪是军人的武术之一，应该爱保留。那民间团体是呼吁，兵役应该延长到1年以上，才会当确保国家的安全。包括美日澳欧洲国家对台湾安全的这个支持。让我们责无旁贷啊！我们不能只要求有难的时候呢，朋友会来援助我们，我们自己不做努力，所以台湾必须把这个役期延长作为回应国际支持台湾最具体的一个做法。因为兵役延长爱公告1年，若是年底进前无公告，等于是2025年政策才会实施。行政院长苏贞昌表示，兵役是国防政策，依宪法是总统的职权。国安团队详细评估了后，会向大家来报告。记者综合报道。政治消息来关心，顶礼拜6家己市长的选举，国民党的吴敏惠以59874票，赢过民进党的李俊毅，赢27000多票，顺利连任。吴敏惠进前捌做过2届的家己市长，一届佮连任，嘛创下当选4届地方首长的纪录。家己市的选择，民进党佮选输，有民进党内立委即马呼吁要赶紧检讨。上车开始扫街谢票，顺利连任的国民党家己市长当选人吴敏惠，25就要开始新的任期。虽然选举拄仔结束，伊19无休困，一透早就开始谢票。人要更努力，然后更用心的耕耘。所以我觉得每一次不管输赢，都是有许多的意涵在这里。吴敏惠会变做第一个共一个县市4度当选的县市首长，伊透早搁一摆感谢选民的支持，因为顶一摆选举投票率100%，
68%，伊摕着58000几票。今年选举延期，加上天气热，投票率达有43.点几。历届上佳的状况之下，伊摕着59000几票，比顶一届加1000几票。以32000几票败选的民进党李俊毅，透早同款展开谢票的行程。面对败选，伊表示尊重市民的选择。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嘉义市未来要怎么样的发展哈，我想民众也发出很多的声音。李俊毅表示会甲民进党共同检讨改进，但民进党搁一摆败选，党内检讨的声音嘛愈来愈侪。立委陈廷飞嘛呼吁应该赶紧找出真正的原因，啊若无恐惊影响2024年的大选。现在绝对不是在讨论大内阁改组还是小改组。重点是在于我们是不是有把问题找出来了，否则改了谁换了谁有什么用？民进党最近因为乌金顶问题争议不断，九合了后的延长赛阁有2场，若党内无法度伫争议问题顶悬赶紧调整机会，恐惊后壁选战嘛无乐观。记者嘉义台北报道。若新选调各县市的首长，伫12月25农历要上任。新竹市长的当选人高虹安和桃园市长的当选人张善政，伫3方因拢公布因小内阁名单。高虹安是找高检署检察官蔡立清来做副市长，若张善政是找台大病院麻醉部的主任王明古和精神部局长苏俊斌去做副市长。新竹市长当选人高虹安公布第一波小内阁，副市长是高检署检察官蔡立清，秘书长是为台北市首长的地政局长张志祥担任，也阁有教育处长唐凤娇、地政处长何宪基、甲民政处长严玉琪，女性成员较侪。未来的副市长，目前是采用这个高检署的检察官。那我相信他的这样子一个法治专业，还有他在这个检察官检调体系，这样子一个 debug 的能力，我觉得未来一定能够让大家来了解过去的这些公共工程的疑虑。高虹安因为早领助理会案件，先前面对侦查压力甲人事交接比拼选战较忝，因为外界质疑有关键的内销的私人电脑送修无被检调查扣，伊表示迄是电子背帮。选去新竹市副市长。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尊重我们检调跟司法相关的程序。那我想这个部分目前我们都是以25号就职，然后当天来做派任这样子的目标来前进的。桃园市长当选人张善政发布小内阁，两个副市长分别是台大病院麻醉部主任王明古，甲捌做新闻局长的苏俊斌。那我在跟他们晤谈的时候，特别强调说，不管过去曾经跟谁共事过，一旦进到桃园市政府，就不是说谁的人或谁的人，而是桃园的人，这点非常重要。张善政也向新北市首长秘书长由新北工务局长詹荣芳出任，新北市政府参事罗淑华做副秘书长，又推广霹雳布袋戏国际化的柯正生做文化局长，甲参加香港会团研发计划张成做研发局长。记者综合报道。中国伫今年实施境外食品爱登记的新制度，咱台湾的业者去申请的案件，敢若有25%通过。即马就媒体是亚讲，因为是由署咧协助往来所的业者去申请的时，甲往来所当作是包案的面粉类的食品，所以才会申请袂过。严格是由署是不会回讲，因为当时就无糕仔饼类这一项通选，所以是先选别项。严格只要业者想要补件，是由署拢会斗3工。在海选了后，台湾食品外销中国嘛卡关。中国今年针对境外食品实施登录新制度，卫福部是由署协助3305件业者申请注册。到顶礼拜为止，敢若有855件通过审查，通过率敢若2%5%。外界质疑讲，是由署哪像是甲往来所当作是包阿米食，才地书推荐注册代为申请的案件，差不多拢无通过。当然说政府没有厘清，它有一定的责任。对，可是一开始你就把事情说明就好了。那你为什么一开始要讲说是他们恶意刁难啊？没有说什么要怎么做啊，什么等等。不过是由署背回讲，中国去年10月要求台湾官方爱伫2礼拜内完成包裹式的注册，而且迄当阵14类的选项内底，敢若有包阿米食这类，并无糕饼类。去年11月份，中国开放食品业者家己注册，9位内底有列出糕饼类。未少国内真出名的业者，伫去年底有注册成功。不过今年3月初到了后，中国又搁取消台湾业者家己上网申请，敢若会当透过食药署送件。业者若有填了唔对去的，拢已经有请业者家己修正啊。不管
你是推荐注册或者是自行申请注册的，那一些文件才会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有糕饼的项目嘛，所以如果像凤梨酥这一类的，我们就跟他说，你要走的是属于糕饼的这个项目，不是走包馅面食。小苏强调讲，会积极协助业者送书面的申请，包括成分、比例、甲制程等等，标价内底爱填的项目，拢有写甲真清楚。食品业者考虑了后，会当家己决定敢是要补件。根据小苏上新的统计，包阿米食目前送件有82件，2件是有注册成功。是生产园仔有包压食品的厂商，其他拢去用退件。目前71家厂商无补件意愿，有9件当地补件。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长郭文哲要落任进前有推出上好卷、上好券的放送，也毋过是因为会当用的时间敢若三天尔，真侪店头是出现民众咧排队，咧亲像拜六礼拜的时，因为寒流来，寒死死。店头无用试试，民众排甲落长，拢排甲起配面。台北市长郭文哲表示，这个上好卷呢，预算超过8300万，也毋过并无超过地址有备金的范围。计上柜台这边，店员无用试试详细一看，才发现这个小小空间内底客满人，外口阁排甲长落落。这是10个南港区农会民众使用终极加码上好券的情形，还阁被批评是上好之乱。为要在期限最后一天用掉，才拄到一冬第一波寒流，让真侪店头甲民众拢有怨言。百操作一次，那我们店家少也是一样增加这个时间。也是蛮浪费人力的了，可以时间拉长，然后店家多一点参与的话，那可能会更好。虽然南港区农会10倍营业额是平常时6倍，不过原本暗时6点半都要关门，可能配合不应该9点。如果天气好一点就会用，但是也太赶了，对我们来讲，对民众来讲，刚好没有出门就过了啊。你可能那2天没有刚好到这些店家就用不到了。对引起民怨，台北市长郭文哲强调，上好券实际使用587万张，超过应用额度83万张。原本编列8900万，结果加码超过预算，会动用自备金，差到8300万，不过无超过1亿4000万的范围。学到一课，这种促销活动时间长没有用，你搭30天他反正就是说还早，你给他说只有3天他反正。去采买的速度增加。对外界支持上天进前夜钱，郭文哲表示，疫情未到会遮尔热，不过疫情等好，就是要加速复兴产业，也坚守财政纪律，未负责无活动。记者综合报道。诈骗集团有影是无法度断根，真侪学生嘛互利用去。其中中学生上接拄到网络买物件诈骗，也是临时工的诈骗。那大学生是接拄到投资诈骗。有专家是建议讲，一定要强化学生囡仔的金融素养，嘛爱下领域合作，才会当提升反诈骗的观念。因为我之前也有卖游戏账号的经验，所以就是比较有点卸下心防。就是你出金都出得很顺，不会说要再丢什么保证金进去才能让你把钱领出来。这个姓陈的同学，还阁咧读大学3年啊，伊甲网友讲定要卖游戏考做予伊，原本想讲要趁管所费，电脑煞加入诈骗的陷阱。就是各种理由让你再丢钱进去，然后就是一样钱领不出来，然后到最后就是因为发现真的太奇怪了。甲英国交易的平台无共款。想要卖游戏考做，还阁爱成立保证金。这个同学讲，对方用各种的名义，互伊拢赚回7万外过。落尾毋但游戏考做无去，连钱嘛讨袂倒来。其实大学生上常拄到的，都是像伊这种的投资诈骗。因若高中生甲高中生，较会拄到买物件、甲做山工的诈骗，甚至是实行相关诈骗的手路。我们需要让孩子知道各式各样诈骗的脚本，这是最直接的。第二个是针对新兴的这些科技的方式，不管是 deepfake 也好，或虚拟货币也好，我们都会期待孩子可以对这些知识有更多的认知。除了要让学生了解各种诈骗的形态，专家嘛强调讲，都要强化因对个资隐私的保护，因为诈骗的手路是百款。也有立委讲，国内29岁以下的少年人有4成对金融是拢无了解。为警方的数据来看，今年1月到10月，18岁至23岁的诈骗嫌疑人都有8200多人，这内底都有受害者，家己拢唔知影家己已经变做犯罪集团的一部分啊。
因为我发现台湾太少跨中心、跨领域的合作，有的时候我们会跟产业机关做合作，但是我们好像没有太多跟消保团体做合作的机会，比如说消基会，我们没有太多跟政府机关做合作的机会。就算官方有做侪宣导，强化学生辨识诈骗的能力，不过大部分的学者认为讲还是无够，尤其是面对金融的诈骗，相关的素养甲知识，都要为细汉开始教，会当透过下领域合作，提升反诈骗的观念，避免这学生变做诈骗集团的目标。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高铁要伫宜兰设站，交通部铁道局有专工伫当地举办环境影响说明会。第一阶段环评审查伫路线附近的保育类动物算数有超过20种，环保署认为会有影响。若开发单位是对外表示，因会甲磅空口的面积变较细的缩小，嘛会针对较敏感的所在，一年会做4届调查。高铁延伸甲宜兰第一场环境影响说明会伫设置停场，听地方上的意见，作为第2阶段环评参考，根据生态调查，计划路线甲周边500公尺的范围，发现有黄颌鸟、腊猪这13种珍贵稀有的保育类野生动物，另外还有台北虎鸡等10多种其他爱保育的野生动物，要如何将开发影响降到上低，才做上大的挑战。会针对比较敏感地区进行1年4季的一个调查，因为我们隧道有出绕的地方也尽量的来缩减它的一个使用面积哦。我们隧道总的面积大概只有140平方公尺左右。有些保育类的动物啊，还有可能出现经过噪音的问题等等，这些我们都在本来就是我们在科技环境管道来做探讨处理。开发单位强调，伫选择路线时阵，已经尽量避开边坎地质无稳定的地带，甲动物重要的生态环境。希望开发案能提升东部运输的容量甲速度，解决东部铁路买无票的问题。不过，设置地方民意代表认为，设置20万人口运输是通勤族的恶梦，应该为地方问题先解决。眼下现在大家在讨论高铁的时候，其实对于环评会开在汐止是非常大的侮辱啦，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在地的问题，然后在地再讲解决动物的问题。另外，还有2场环境影响说明会会伫台北甲宜兰县举行。根据高铁延伸宜兰规划期程，2021年到2024年会完成环境影响评估甲细部设计，相近伫2025年动工，2036年会完工。记者综合报道。镜头来台东的第11线最近有发生一件车祸，是一只梅花鹿向撞出来大路，结果驾驶人未负险，全甲梅花鹿弄死。车顶3个人是无受伤。农业处表示，车祸的所在这附近无人在饲梅花鹿，有可能是野生的。车祸现场，轿车倒边头前的大灯，车壳甲慢马拢毁损，车体也阁染有鹿仔毛，红龙的梅花鹿倒伫涂骹，袂顶袂动。前面一台车过，他没事，结果我看到已经来不及刹车，他从这边从我的左侧冲出来，对，蛮快的。他就突然冲出来，我来不及刹车啊！他在这边有看过这梅花鹿出入过吗？没有看过哎，都没看过。这临近的地方好像也没有人圈养梅花鹿了。对啊，现在我们就是当做那个动物的尸体，给它做先冰存起来，然后就会给它焚化这样。根据了解，西洋驾驶赛车经过在1线156公里的所在，头前倒边的插坡突然走出一只梅花鹿，未负险直接弄到。梅花鹿当场惨死，车顶一个火3个人随落车查看，佮报警，无人受伤。会跑到海边的部分，有可能是因为山上觅食不容易，所以特地到山脚下来这边来觅食。那所以在回程的过程当中，可能不小心被车子撞到。农业局表示，经过初步调查，台东富工地区并无饲梅花鹿的行为，野生梅花鹿也多数拢出现伫海花山脉顶，推测除了是找食，也有可能是伫山顶受到其他动物仔的追赶才走到山骹。记者综合报道。
生活消息来关心，家长在顾囡仔时一定爱细致，才袂害囡仔受伤。国健署头摆针对咱国内6岁以下囡仔死亡的原因做分析，报告内底是指出，有超过4成6岁以下囡仔死亡拢是会当避免、会当预防的，所以家长在顾囡仔千万唔通放，才袂造成危险。放学时间一到，未少家长乱骑机车到学校，互囡仔骑伫头前踏板，再因转去虽然方便，不过也真危险。就是教他坐直吧，我们夹住啊，就是他有那个背带可以绑，对，绑在他身上啊。国健署第一摆进行6岁以下囡仔死因回溯分析，报告指出，超过4成6岁以下囡仔死亡是用预防的，其中伫高度用预防个案当中，大部分是非自然死亡，车祸占26%上悬。过来是无法度喘气甲虐待，另外中度用预防个案中有56%是去砸着铃未喘气，呼吸道塌掉咧，33%是耳压前弓系症候群。爸爸睡觉，然后手一放就放在孩子脖子，然后孩子1岁多。孩子窒息，也有5岁的哥哥一翻身就把1岁多的妹妹，然后呢刚好他压到他口鼻，然后窒息身亡的。照顾的环境里边，他们特别提起来，不要用枕头，不要用毛毯，不要用床围。5岁以下尽量不要让孩子搭副机车的时候，民众是不买单的。事故伤害呢，绝大多数是可以避免的，例如突然非预期婴儿死亡与睡眠安全为主，属卫教宣导可以加强的部分。监管基金会表示，这调查会让大家更加了解如何预防囡仔死亡。亲像国外研究指出，唔通互囡仔趴咧困，未喘气比例减少一半，也莫甲大人困。规零区的锁啊，有锁的佚佗物件物件超过15公分，导致囡仔暗困的危险。国健署也佮邀请专家提出更较侪改善建议，互家长唔通因为无细致，互囡仔死亡。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视障者伫生活中有真侪无方便，行路的时若是头前有物件在挡路，有可能就去踢到，会去颠簸倒。若伫澳洲有一个视障者，伊是真介意大海，伊嘛真爱出泳，而且伊讲视障者伫水底颠倒比伫陆地更较安全。徛伫咧长泳棒顶头，顺着大泳愈来，随搁徛伫咧长泳棒顶头。看这位长泳选手福摩斯顿的动作，实在是无法度形容讲，伊是目睭看无的。以后我伫咧葡萄牙的纳扎雷海岸挑战超过12公尺的大泳。As a person with a disability, you have a choice. You can sit in a room and feel sorry for yourself, or you can get out and try and live your best life. And look, I'm living my best life, and for me, surfing and chasing big waves is my best life. 今年44岁福摩斯顿伫咧澳洲真有名的长泳的所在纳拉宾出事，5岁时阵因为得到黄斑视网症，目睭愈来愈看无，尾啊失去95%的视力，只敢若看到周边一颗链灯啊尔。因过伊真爱大海，梦想要成做职业长泳选手，要征服全世界所有的大泳。经过指导员协助，伊成做全世界上优秀的心脏长泳选手之一。伊讲大海是掂过上安全的所在。Just everything's dangerous when you're blind. In the ocean, if you fall off your surfboard, you're in water, and as long as you can swim, you're safe. 像福摩斯顿同款有身体障碍的长泳选手，全世界有真多。每年伫咧美国的加州皮斯摩海沙坡，会伫咧12月办一场世界身体障碍人士长泳锦标赛，吸引一寡长泳选手来参加。参加的选手有一寡人是一出事，骹手就发育不全，有一寡是尾仔受伤造成的。Cada vez que entro al agua me olvido de la silla de ruedas, me siento una persona normal, una persona libre y a la vez el mar me da vitalidad, me da energía. 一寡选手拢因为爱长泳，大家做伙来比赛，因也拢有一个共款的梦想，就是希望会当参加2028年伫咧洛杉矶的帕运运动会长泳比赛。公司新闻，但是董编辑。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温度，伫北部温度上低12度，上悬是21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有23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0度，上悬19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9度至19度。感
感谢乡亲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